我问你啊，你敢会感觉这规件代志啊，自头到打敢怪怪呢？我是都有怪怪。就迄个老师啊，你想哦，你伊雄雄来咱兜哦，啊连名讲要甲你斗3工，啊连名佫讲你无才调，佫讲遐歹听。啊，毋过咱阿总久的迄成绩，佫真正有进步。范生哦，伊是真正知影啥，要来咱兜甲咱建构，叫咱较注意。范世，你俩总讲伊神通哦，啊是起卡安尼维护啊，切，你想多啊。哦，歹讲啦，大准到阿高因兜无，毋是忽然间就几落把大家乐，啊结果规家伙就移民去美国啊。听讲哦，就是因后生忽然间心痛啦，像迄种人啊，讲的就是安尼翻起翻落啊，是无？老师，小芬的代志你约着啊，考题你嘛约着啊，阮爸的代志你都顺续甲伊斗3工啊。我是知影讲人是足歹改变的啊，毋过像你讲的啊，勇敢踏出第一步，嘛有机会啊，对无？是有困难啦。你拢会当改变我啊！拜托啦，老师。Good morning。同学，怎行？喂，阿嫂，哇，足久无看。来，坐讲。嫂啊，唔免麻烦啦，来啦，坐啦，来。好，谢谢，坐啦。哦，坐。我跟你讲哦，是我朋友哦，拄啊为日本来啦，我叫伊加炸几组来要送你的啦。哦，听讲哦，日本明星哦，拢偌济呢。哎呦，真卡所在里头遐严，晚上拢赶快扭去啦。对了，爱抹啦，你要做头家娘的人呢，爱整洁啦。谢谢啦。同学啊，咱拢家己的啊，以后莫安尼搞勒索啦。啊，就是因为家己人，唔才甲好物件留互家己人啊，对无？多谢。啊对啊，5档哦，甲红档因的代志哦，王姐哦已经甲恁瞧好势啊。谢谢。真歹势呢，见到的代志，阮嘛有唔对啦。系啊。哎，嫂啊，过去都过去啊啦，大家互相嘛，对无？啊对，君明啊，我这边哦，佫有接到另外一组法国的订单，我哦摕恁的产品哦，互对方看哦，因真满意啦，讲手工真幼啦，讲要伫这哦，要10万条啦，唔知恁有才调做10万条。君明啊，这种外销订单，平常时拢是一寡大厂才接袂到的呢，而且哦，我有甲因哦。争取到订单的金额，至少会有安尼20万。200万。200万遐多哦。是讲以后互咱偌久时间啊？30天交货。伤赶啦，你哪有法度？同学啊。这间工厂我打搬过来尔，工厂的规模安尼细，30天免来有啦。若既然有困难，我看无我来去问隔壁庄的阿信啊。稍等一下，互阮小考虑一下。老赵。你哪知我伫遮？同中央甲我讲的啦。老师，来哦，食早顿。有饭会用的啦哦。安怎？食了，要送去派出所。无啦，我应该爱先甲你回声息的啦。
是咧，嘿，我无应该哦，我对你起卡动手，我应该好好听你教话讲完才对啦。你毋是听到真袂爽？老师啊，你是毋是看出来我一定会失败啊？所以你才会劝我莫做头家对无？老师啊，啊，迄当阵你讲遐话吼，后来我认真甲想想的吼，嘛有影啦。啊，阮兜平安咧缀我食苦啊久啊，嘛无过甲一工好日子，所以我毋知想讲吼要拼看卖啊。老师啊，啊你进前哦，讲我呢啊不才拢袂要紧，只要你若无气焰哦，我是希望会当甲你哦做伙拍拼。我咧，你真正老翻颠，拍死毋摕呢，一定要接就对啊。假使讲哦，我若是三国演义内面迄个不才老兵哦，嘛无要紧啊。我只要会当请到像你遮尔啊厉害、遮尔巧的孔明先生甲我斗相共哦，啊你我就袂失败啊，对无？你的意思是？老师，人讲哦，青梅哦，嘛有目金的通牵呐。你做我的军师，啊，咱两个哦，做伙来拼拼啊！哦，原来伊就是恁所讲的迄个老师哦，哈哈，我有眼不识泰山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诶，啊，老师啊，你转来拄好啦。这批法国的订单无接可惜啦。啊，我所袂记自我介绍，我姓陈啦，哦，叫正雄啊，啊，这是我的妹子。啊，我甲昆明啊是国校同学，捌字。我知影你叫陈正雄啦，大家拢叫你上大，因为你生理做了上大。哪有啊，小生理尔啦。我来讲哦，阮达明事业的下药爱详细，真详细，非常详细哦。是啊，你已经讲3摆。好，那了直接讲啊啦，一个月交会伤赶，改2个月。托你工作啊！啊，地主刘坤明吼，要踮喺你面头前就抓，只要为了公司好，啊，生理上的代志哦，拢听老师的，一切拢老师做主，吼。同学啊，人讲真实的啦，即摆老师哦是阮的夹骨头啦，啊，所以讲哦，我也是要尊重伊的专业，吼，歹势啊，哎。什么歹势？只要昆明哦，你相信的哦，拢是我的好朋友啦。啊，不过这2个月的代志，我都要设法向法国那边瞧者，应该无问题啦。哦，同学，这万事拜托你。你讲迄啥？迄家己人免讲迄，无问题啦。无问题啦。哎呀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